在咸宁一觉睡醒，准备出发江苏徐州。听说那边的把子肉和烧烤很有名。上次吃把子肉还是在济南，哇，那真的是顿顿吃都不腻。买了今天晚上武汉到徐州的卧铺火车票，200块。午饭烧我个平叉烧，还不错的哎。要先从县城坐车去武汉，这么晚已经没有大巴了，拼了个车50块。硬卧夜车又省1晚住宿费，只买到了上铺，不过无所谓，睡一觉就到了。上午快11点到地儿，也没有做很细致的攻略，随缘逛逛。旷野大学花8块买了一张单次游泳健身卡，去洗个澡去。浅水区小酌，深水区畅饮。那把子肉到底是山东菜还是江苏菜？这2个地方都有。查了一下，起源于山东，尝尝看江苏的有什么区别。满满一盘18块，咱这块肉卖相不太好，没啥区别，都一样好吃。这个塔长得跟东方明珠似的，太阳被飘过来的这朵云挡。这一整条街上都是这个花，像是桂花吗？一整条。云龙公园，这草坪野餐不得吃不坏，好多飞行圈。查了一下，叫大叶女真。云龙山，爬上去看看风景。耶，这门头上还写着苏轼的大名呢。阴天的缘故，林子里头光线不咋地，但挺凉快的。山中猛虎，不高，10分钟就爬上来了。哇，这个风吹在湖上的涟漪。这顶上有个亭子，停在2楼不改个电竞房可惜了。远处的山上有座宫殿，看起来跟故宫似的。沙尘有点多，迷眼睛。那边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。满城山水，洗尽铅华。听说这个湖是挖出来的。票价40块，开放式缆车。又开始下雨了，好冷啊！缆车会被吹得左右摇晃的，哇！哇，上下晃是什么？我勒个豆啊！可以还附魔刺激体验，天光乍泄啊！滨湖公园，沙滩呢，这还去什么游泳池？就怕这个水喝了会拉肚子。好像是并没有很深，拉出来一条游泳区，岸边有寄存更衣冲洗服务，咪咪儿。包庇。进去看了一下，单次10块，月卡200。这个地方夏天不得热闹坏。这个电视塔塔身晚上会投屏的。徒步3公里，网上随便找了一家烧烤店，事先热了一下，上来之后再自己烤。这好像是烤糊了吗？油包干，这个甜醋确实挺香。这羊肉串肉筋也都不膻，但最香的还是这个油包干。这个烙馍一烤也超级香。一个人吃了80块，买单送了盒绿豆糕，精神分热量超标了，明天就吃这个。今晚海豆要更新，花27订了个情侣床位过夜，免费拖鞋，选个粉的。花人家怎么睡这个上铺？这个情侣环境确实还挺不错的哎。云龙山绿豆糕。睡醒退房去逛逛宝莲寺。曹老板当年用亲爹的命换的徐州是如今的徐州吗？大太阳还挺辣的，这里离市中心坐地铁1个小时车程。这门头看起来挺新的，跟宝莲灯有啥关系吗？万德庄严大雄宝殿，这个通天阁感觉长得有点像绵阳的岳王楼，里头超大一尊雕像。其实徐州的这个景点那个打卡点都是虚的，真打卡点还得是世界第5大摄影巨头徐州老味菜。吃就不吃了，昨天吃太多了，真的好多人在这里打卡。又找了个可以学游泳的地儿，13块1节课，自学。天黑了，花4块买杯无糖柠檬水，再找了个地方可以花20块体验下新版海。感觉这个版本没有第1个版本刚出来时给人的那种惊艳感。